今仔日是日本3.11大地震15週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福島縣主辦的紀念儀式，講到這受災地區當日復原，而且也宣布講，接下來要設防災廳，讓日本變做是防災國家。也若講到這日台交流協會含佇咧台灣的日本人有舉辦紀念活動，對事罹難者也感謝迄當時援助日本的台灣。表情嚴肅，獻上白色的腳花表哀悼。日本3.11大地震滿15週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福島縣的紀念儀式，悼念佇地震受難的15901人。高市講，受災地區當然穩定復興，伊講要設防災廳，讓日本做防災國家。東日本大震災における経験を生かし、今後切迫する大規模資源災害に対し、徹底した事前防災の推進や発災時から復舊復興までの一貫した災害対応の司令塔となる。高市強調講，政府持續推動福島第一核電廠安全第一，積極完成2051年進前完成廢爐的目標，協助希望回鄉的民眾重建家園。照官方的統計，日本有26281人夭折佇避難的狀態。廃爐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は一歩一歩確実に前進をしています。不過最近日本國內要求核電停放的意見漸漸增加，目前會當運轉的33座反應爐已經有15座恢復運作。同時陣，日本紅十字會上新的調查顯示，1200個受訪者，62.5%人講3.11地震影響因的人生，35%的人講記憶強要袂記的啊。日台交流協會和在台日本人舉辦紀念活動，擱一擺感謝當年對日本提供援助的台灣。日本と台灣との間に育まれた心と心の絆を今後も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願っております。總統賴清德嘛特別選擇當年日本事發的時間下晡2點46分，用日本發文表示講。台灣、日本攏會佇對方拄到挑戰的時陣，伸手鬥相共，互信互助。希望未來會繼續深化雙邊的合作，繼續做重要的友伴。記者綜合報道。